日前，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通過，核電廠嘅存廢恐怕將會影響國內供電。加上近期全台大缺水，其實已經有唔少電子業開始投入開發節能省電嘅設備，甚至用12億起咗一棟智慧綠建築，由建材、電梯到空調，全部都係綠色節能設備，淨係光電費就慳返500幾萬。大樓四面外牆以黑玻璃鑲嵌，外形流線簡潔，現代科技感十足，唔難睇得出係一棟電子科技大樓。不過最難得嘅就係呢一棟建物係國內少見黃金級嘅綠建築，大樓設計由裏到外都具備節能效果，唔單止外牆綠玻璃慳電嘅效果好，最特別嘅就係大樓裏頭呢7部電梯係經過改裝機房，加裝呢一套主動式電力回生系統，能夠將物理能量轉換成為電能，節能嘅效率超過50%。地下室呢2部大型嘅抽風機負責傳送天然冷風，因為地下室東西兩側挖咗一條長50公尺嘅回廊，將熱空氣導入地下室降溫，即使喺盛夏酷暑，室內依舊涼爽。另外，地下室仲起咗一座雨水過濾系統，所有舀灌用水都係回收再利用，每年能夠慳9000噸以上嘅水量。智慧節能綠建築，慳電又慳水，不過造價不菲，高達12億。早喺2012年嘅7月份，政府已經修訂建築法規，建物設計只要唔符合綠建築標準，就無法取得建照。根據內政部嘅統計，截至2月底，全台綠建築已經有將近5000件，估計每年慳返嘅水電費大約係53億。